竹南原本是台湾出产金纸上济所在，上兴的时阵，毋但在地居民大细汉拢在做金纸，而且满街路拢会当看到咧拍金纸。莫怪有人讲竹南是金色中港。我才6岁，就对阮老母做纸。古早，逐间都咧，阮遮的人逐间都咧做纸，厝前后壁拢头家，拢用手工的呢。迄大过吼，阴暗时啊流着气哦，做甲爱困，拍个白白困起来吼，搁做。人也要转的，头家拢忙转，看可怜哦吼。迄阵囡仔时吼，拢爱斗工纸，我会记得拢爱工纸出来批啊，规个马路拢全是批这纸啊，哦，所以规片全是金色的安尼，较有这金色的中港。毋过咱常常看到的金纸甲银纸，是安怎拢是黄色的，敢无别种色水？纸钱顶面所带金宝甲银宝，又搁代表什么意思？咱拜课了后爱烧金纸，听讲有袂少规矩。到底小小的一张金纸，内底有藏偌济咱毋知的道理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这是台湾款》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常常听人伫咧讲，福禄在主修是世间最难求。竟然遐尔歹求，真侪人伫拜拜当中，也是希望透过烧香拜拜、烧金纸这个动作、这个仪式，拢希望讲向这神明来祈求这福禄在主修，互咱的人生会当平安顺利。也讲到这个拜拜啊，也有烧金，其实烧金这个文化呢，伫咱台湾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今仔日咧，虽然讲对着这时代伫咧改变，不过这纸钱、金纸、银纸依然是有真大的进展哦。今日邀请到2位专家来到咱的现场，甲咱开讲。头一位是咱对咱台湾金银纸呢文化研究非常在行的专家。那讲到这位吼，这个老师，我当讲是看伊册大汉的。头起先，咱来欢迎到咱的张一鸣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嗨，嘉豪你好，陈老板你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祝大家平安。第二位咧，要来邀请这位吼，会当是讲伊规世人奉献互这个做金纸这个行业，会当讲是规世人的时间，而且到今咧悠然坚持用这个竹啊纸伫咧做这金纸的手工师傅。欢迎来自咱竹南中港的陈坤辉老师，老师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竹南做金纸，我陈坤辉，大家好。今日咧现场咧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，咱看到即马规道顶遮吼，若是讲换做是神明界遮吼，可能应该嘛是有几落百万啦吼。呀，你看咱家看这拜拜上接看到上界头前的这金纸，就是咱一般伫咧拜神明上界接看到、接用到。不过吼，一定有真侪观众朋友无啥了解到这拜拜这物件，咱能请头家甲咱小简单介绍这头前有这当这个3个红啊，这是什么款的金纸？这3个红啊吼，咱讲一张吼。这都是福禄寿，福禄寿，咱求神明，求神明，互咱人生福禄寿。这个福禄寿3仙人啊，就是咱中国3个人。抱一个囡仔，这个就是周朝周文王。伊有99个囝，99个囝。为了出征，佮扣一个，等来到700。所以周文王伊有700个囝，咱中国无人有100个囝，所以讲用这个周文王。周文王。中这个就是用唐朝的唐太宗。伊有落地府。落地府。伊落地府共借钱来为伊牺牲的遐将兵，超度。伊倒转来，伊感觉伊有共借钱来做金纸烧行人。烧行人。中边这个就是南极神王。长寿伊有赶过这个咱中国的黄河，2000年的长青700，讲伊有看过2摆，可见讲伊长寿。咱用这个福禄寿来烧神明，保庇咱人生福禄寿。人生若有这3项人爱满足，
人爱办照，哦，比你钓落好更较好。对，哦，这就是咱用神明求，互咱人生福乐寿。对，啊，这到道场就是互天公。天公，对啦吼。啊，那迄个细张的，迄个是这烧神明。寿金，这咱向神明求福乐寿，啊，这完全吼，拢咧烧神明的。这支都100张，人讲烧大把金，烧大把金。咱厝的若准讲入厝，吼啊添丁，啊是大人做生日就爱烧大把金。啊，那你要去买这款金，这支叫做啥物？这个叫做挂金，挂金啊，正小部的挂金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下骹迄个较细的，迄是。啊，这学做烧哦，咱的迄个厝内面的吼土地公。买晒，啊，这买晒。哦。啊，这款就是拢田头田尾山顶，清明扫墓，皇帝。哦。啊，这是咱厝内的土地公。哦好。安尼咱来请教到咱的张老师啊，像你研究遮尔侪金纸，即摆摆到规岛顶遮种金纸，真侪拢是老师你家己本身的收藏，是毋是？他一直甲咱介绍这其中的美甲差别啊。我来介绍这个，咱通常讲五色金。五色。五色金就是这是天公，哦，扩大恩光。啊，这个是大把寿金。大把寿金吼，这正港的，这是台湾款。这是台湾款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老祖宗教咱安怎生活，教咱做人就是爱做客气的。所以讲，你甲新闻讲，我干那要祈求平安的，算特别细致。但是咱做人。要有规矩，外圆内方，所以讲你只要守规矩、守本分，你就法度得到绵延不断的得福、得乐、得寿。所以讲这是老祖宗教咱安怎生活。那这个是大把寿金。大把寿金甲这个寿金其实是同款的。是种差伊伫脖仔较大块，就是讲伊个价值较大。那今仔比如讲我带新妇，我就有可能用5色金。有当时就讲拜神明，我就用3色金，就是其中的3种。那大家讲的就是讲，一般的这无共款去，这天公金、扩大恩光天公金，这个是大把寿金。这个挂金吼，北部讲挂金，南部叫做四方金。四方金。那中部嘛是叫做四方金。那咱神唔只讲天顶有，地下嘛有守护神。所以讲我个人认为，这个是天顶的神，这是地下的守护神。包括人讲土地公，就是地下，嘛使安尼讲。所以讲一般来讲，有诶惊麻烦，就这2种就好啊。拢做伙。天顶诶、地下拢有啊。金纸吼，分3款。金诶就是神，拜神诶。银诶，就是人讲阴诶，但是阴爱分2种哦。比如讲，拄啊旺盛诶，拄啊旺盛诶。就烧卡马火，就是烧这大银、小银是以簿仔来讲，唔是以纸。有纸足大张啊，簿仔3、4张，对吧？所以是以簿仔来讲。那再有些大簿。大簿。那么金银纸就是无一定有簿仔，无一定有簿仔，这叫做纸钱。我这手提这猪哥钱，这猪哥钱足趣味哦。伊甲你讲，查某毋是你一手我都掌握的，你使用过刀，卡会乌去。所以讲身体歹就对啦。所以古早时代做良心要做纸的人讲，你袂使黑白烧哦，对吧？那现代人无共，我曾经伫台北，伫大龙帮遐看人伫烧这金白钱。金条、银条，迄间剃头店我甲问讲，你烧这要创啥？伊讲，我这叫做猪哥钱，互猪哥来消费。我搁去对面一个干妈店，迄个干妈店阿婆嘛在烧这，我甲问讲，你烧这要创啥？伊讲，
啊，我看对面咧铁头店生意足好的，我嘛要小坐。啊，因为当场咧烧，我歹势讲。尾啊，我翻头甲讲的时阵，我讲我拄啊去对面，伊甲我讲这叫做猪哥钱。伊讲夭寿哦，无讲阮咧老狗最近常常啊遐猪哥，毋知真定假。哦，所以讲金银纸做者趣味的代志。所以这个猪哥钱伊是较特殊的行业伫咧使用啦。特殊的行业哦，那抑佫有一种中部较流行的，这叫做智慧金。你一定要互伊来看图，比如头前顶头咧三个，中即个无骹，就是代表伊贵咧。伊假贵，所以伊会做官。啊边仔两个眼头徛伫直直，对无？咱做人一定要有花样，啊花样愈侪愈好。比如讲，你共光桥，有的人是用肩胛头光，即个是用头脑头壳伫光，对无？donc你共斗三工，你要先考虑你家己的力量。对。哦，啊，遮你拢做会到啊，你就法度开花结果，安尼你就变聪明。哦，所以讲这要小金进前先看一下。小金正前爱先看一下吼。啊，搁再来咧，我看这个白这锁啊吼，这是保温钱是毋？还是报温钱？我拢听人讲啦。因为确确实实叫做报温钱，报答上苍互咱的运输，啊走进去变做保温钱。其实这款金纸我是去到中部读册的时阵吼，才发现讲伊一份金纸里面有加一纸安尼，写一纸安尼伫内面安尼对。啊，那说来这昆这红色这共款是保温的是毋？还是？这保温的，这12元钱，这一般来在中部家己一带。哦，叫做花仔钱，花仔钱，对，保温钱。后来，老师这经医是经医吼，我曾经伫苏澳，看迄个准备出港，海洋足大的，因野济，野落去，所以无风险，就足顺的。那等于讲，伊相信安尼，那因那边拢。练这大张，这叫做龟皮布，龟皮布，龟皮的。那经医小姐足重要的哦。咱在7月半的时阵有啊上重要头前一路就是伫拜地官，是因为三官的地官嘛。伊个地官插香，后壁一定是敬果，敬果啊无就是。三星，那搁在后壁就是拜好兄弟啊。老一辈拢甲恁讲，香插好，先烧经医，经医啊会讲建议，互好兄弟啊穿水，互咱交代。啊，问题来咯，这就是邀请函，邀请的对啊。对，假使你嘛是用安尼一纸。一次差了50张，就50个来，50个人，50个来，嘿，50个来，你话一块都一定食袂饱，对，食袂饱伊就摇把叉，对无？对，所以讲，阮是教人讲，你买的时候会使买几次，但是饭前一块都差不多10张，10张，先烧10张，这是我的生意，我的生意，我会使这叫做家谱。考虑你准备偌济刀。就是你若较济刀就加小寡。所以迄个庙的规片安尼，铺当然能烧几堆。烧一件，啊，结果烧了后拜怎生理拢定去。啊好呀，结果去问神明讲，啊你经伊烧伤济，好兄弟啊食无饱伫门口等。伫门口。我要安怎？讲补请。补请。啊烧较少咧，啊才解决。但除了老师今日传这个部分，另外咱。看这个卡片做的这吼，老师这符啊是太岁金纸是咪？这是金纸。金纸。对，因为太岁吼，咱袂使到太岁头上动土嘛，对吧？所以讲用一个头，代表讲你袂使甲我叮当。啊，你话这迄条太岁，就当然是规年拢袂顺嘛，对吧？啊，从这就是我都看到讲，迄个时代的人。就是生做这个款，那这个就是明朝，明朝东厂，这个是日本时代，那
民国20年开始，太岁就变安尼啊。因为伊禁止民国20年开始，伊就禁止你烧金拜拜，所以讲这叫做太岁，用伊个谐音就对啦。老师，你是毋是有这张的这个正版？伊是迄个生肖的纸，生水纸。牛仔叶呀，嘿，牛仔叶做的。对，这体感定是面条。老师除了这张宝贝以外，还佫有。这张是青条。青条，清代青条，青条这张话吼，就讲你得识到伊，哈，得识到伊，伊这个敢若鞭啊，嘛敢若刀，伊会甲你挂头。哦，你看这挂头，这个是无欢喜的哦。啊，即摆这现代人，伊甲挂着，你也阁笑眯眯，所以讲，即摆少年人不服就是安尼，你小金变做无文化去。你无法度说服少年人，所以讲一定爱照规矩来。照规矩。老师像这张的年代是跨过民国25年。哦。迄个时阵，伊用日本人，咱一看就知影伊戴一个手套嘛。日本人上世界毛线牛，伊三角目，就是风刺就对啦。日本人我歹，伊站咧涂骹，落地3分。哦。对吧？所以这多样就知影讲，迄个时阵的人就是生做安尼，袂使得失着日本人。对，所以其实金纸这个文化，其实也反映着咱生活当中你所认知迄款无好的物件，伊就其实就出现伫金纸顶头。对，所以金纸我都流传千百年，伊一定有足深沉的生活文化。老师，咱拄则讲就遮尔济金纸啊，就是讲咱就是靠天食饭的，当然希望讲咱饲的这，就是这精神啊，让人平安。所以这绿竹钱是为要祈求，就是讲咱这种家仔金蹦蹦大呢。安尼讲嘛是对，毋过伊嘛是会破病，对无？所以讲烧这互土地公伯啊，大家义治。咱过年的时阵有吼，咱囡仔嘛爱红包，对无？即个迄个精神啊，话吼，嘛是爱红包互伊。所以讲内底就是包一个绿竹钱，红包底下底咧，比如讲这鹅吼鸭，伊就包咧遮，感觉酒安尼喎，足够醉的。真的哦，因为阮兜的狗即摆拢领现金嘛啦，所以就无用这啊啦。来，老师来看一张这个哇，这个较特别哦，就是这有朱雀，朱雀，搁一个是。花公花宝门头虎丁，我先要啦。这朱雀是毋是甲迄个方位、甲什么煞有关系？朱雀本来是南方属方位嘛，其实毋是属灰。属灰哦。做官的人甲你讲，你嘛选了我开一条告诉讲到到恁兜。伊讲好了后，一定爱去解咒煞，就请道士、法师，就烧这朱雀钱。无伊往生了后，喙齿会叫人挂去。来这是花公花宝，是毋是甲咱的原生宫，就是讲你有几蕊白花、红花，有查甫，是毋是就是甲这花公花宝关系啊？对。花开结子在娘胎，100花园百花开。就是讲红花、白花，就是有这，所以讲烧金就是咱的生活。对，就是自你还未出世到过往了后，是毋是过往做先嘛是搁爱有这个烧金纸。最后一张我较无多理解，就是这个门头虎丁，这是什么？门头虎丁吼，足少人咧用的，其实这足重要的。咱起厝一定有一个户顶，户顶就是外口就是别人的，内底就是咱兜，咱兜阳宅，这户顶的时阵，要做的时阵，一定爱先烧门头户顶金。所以起厝的时阵就爱烧这。对。因为我是知影讲有的起厝还是讲起庙啦，会请道长来做主，比如讲就是讲在地买动土，买这个土地，买来是要互这个咱做就是人大还是讲神明大有一个仪式。所以其实这个金纸的含义应该嘛是运用伫这个起厝的头前了，对吧？起厝头前。也讲到有一句俗语讲这烧金若无足白会去互拖去拍，烧金若无足清，你互拖去蒸。
到底这烧金吼，这文化万底深坑内面的妹妹角角，爱安怎烧你才会平安呢？咱小休困一下，较等下继续跟来讲。讲到这烧金的文化，妹妹角角有影是真多。咱拄则讲到吼，这规岛顶的这金纸啦、挂金啦、寿金啊、大把寿金啊，搁即款太岁经衣等等，搁一种是搁较立体，亲像这凹甲亲像一只马共款。老师，这马有5种的五色吼，这用途是用伫倒位？这我印象足深的，我这边拄啊转来的时阵，去下院，那去咧海湾啦，啊，到港的时阵吼。拄了一个阿婆啊，伫烧祭，伊甲讲叫做马基线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专门做兵伫用的。我迄当阵好奇讲，你会使讲故事互我听无？啊，伊就开始讲，伊讲伊敢若唯一的一个孤囝，啊，伊去做兵的时困袂去，去互医生看，啊，医生开安眠药，伊食到2粒，还阁困袂去，啊。医生调解讲，你唔好去食，哦，拜托你去食，你会起效。你阵啊用你民俗的方法，啊，结果伊的信仰，哦，可能是无适合听无，哦，还是解说无清楚。结果伊去菜市的时阵，一个卖菜阿婆甲讲，这边哦简单啦，你着烧济。因为等恁囝嫁骗互你收到的时阵，恁囝毋就走去对去啊，凡是走金门妈祖，所以讲这烧这5色，红色的代表南方，黑的代表北平，这是附近，啊这是西方，这是东方，啊托你讲骑这个马，压雨伞，啊这祈求平安，去恁囝较对，啊你就保护较对。啊！伊真正买这一组，迄个时阵是5块银哦。啊！伊去看医生是200块无效。哦，结果伊烧到第3届的时阵，伊就讲安尼应该免烧啊。结果无烧嘛困袂去，所以讲伊1个月去烧1届，1个月5块。吼，啊！看医生是200块，所以当时我就摕迄个笔迄个纸哦，马上记起来，这才是。人类的文化，那讲到这个烧金的这个部分啊，老师像咱一届讲拜神拜是讲，比如讲哦3色金、5色金啊，这敢有讲搭一个生肖？一般拢大张的生肖。大张的生肖。对。哦，大张的开始烧，一直烧到较细张的部分吼，也包含就是啊，搁一个迄个架背，我嘛有听人讲吼，迄架背有当时还背起来规矩，伊讲迄袂当拗。拗着骹尾骹就长去啊，所以袂使拗。老师讲有这款的讲法哈，就敢若捧果哦，其实是平安嘛。伊讲迄袂使咧，迄袂使送人，送人就是笑人无钱，迄是善家，贫穷。所以迄是伊想巧去就对啦。哦。其实啊，真侪文化吼，唔当有当时吼，袂当用，卖想伤济以外的嘛，卖用华语的音吼来借来到咱台语来应用。比如讲，英国吼是好运的钓丝钟，歹运的钓经经，所以送丝钟真正是一个高级品。吼啊，伫咧华语内面，就是送你丝钟叫做送钟啊，迄就是颠倒的唔对啊。所以就是文化一种错误，就是讲袂当甲别人的文化。借入来咱家己的民族这个文化来使用，对。今仔日要甲请教就是头家，我有看到头前只有一粒印啊，这真特殊，这印啊，伊顶头刻一个喜字。这喜就是讲有人要结婚，要订婚，啊，就来甲注文金纸，啊，我就爱甲拍喜，啊，伊拢一摆买4份，订婚2份，啊。结婚要搁2份，结婚家己用就要送去哦，女方那边，啊，拢我就爱甲拍戏，安尼。哦，所以这是干那限定结婚的时阵才结婚的时阵，嘿。哦，啊，咱就是无结婚的时阵，通常咱是当什么款的？拢拍这个挂金。哦，大宝。啊，那寿金就拍寿金，寿金才有拍寿金。所以就是爱其实爱徛咧看有。啊，阮若结婚嘛是共款有寿金，佮有挂金。哦，寿金。啊，拢爱拍戏。哦，拍戏。
有迄金纸做好吼，来看安尼即马即安尼白白无长，讲安尼无长袂使啦，讲一定要有长一个，这是长个因啦。才算正钱是？才有钱，才算钱。才算钱。包括咱的新台币嘛有2粒银啦。哦。咱的钱钞啊，嘿，1500拢有2粒银啦。哦。人无迄2粒银啊，无人爱。人讲你个假安尼。安尼老师你有啥物款的想法甲看法咧？我认为这是商品，嘿，哦，因为伊白的时阵有啊吼，金纸淡白，这个是正面，嘿，所以伊早要做这个正面吼，伊的工序是。上少有8手续，8手续，嘿，伊做啊手摸安尼咪，即嘛毋是，即嘛是直接刀切就好啊，啊，所以讲这个是正面，这个毋是正面，这个是你介绍伊的商品，伊的商品。哦，所以其实伊若是规矩塔做伙时阵，伊就当对这个边啊边就当分辨讲这是啥物款的金纸咯。甚至于阮即马在推广，就是讲。德兰制作，哦，就是品质保证。哦，就是边啊讲边啊，这个该当德兰制作的这个意思了，品质保证。哦，一间拍伊无共款。拍都无共款。无共嘿。哦，其实讲到吼，这烧金的文化，会当讲是美美角角包含着。虽然即马政府啊，有伫咧鼓励民众爱做环保，尽量这金纸啊烧较少。不过讲到这个烧金的文化，对真侪人的信仰当中，伊是无法度改改掉的。咱也需要好困一下，较听下继续来听这寡金纸的故事。台语有一句话讲：有钱使鬼会下报。伫道教的信仰当中，也相信烧金纸无事可通神。所以古早台湾人，不管是伫一年3大节，也是初1、15，好的、歹的，甚至是囡仔出世、人破病，拢爱烧金纸。金纸会当讲伫台湾人的生活中，嘛是无所不在。你要去求神明的时阵，就敢若咱讲，我炸丹炉来去。较早阮爸爸讲，连摆金纸就是烧安尼1点仔尔，因为无钱，生活爱先顾好。啊，买金纸就是较亮亮的时阵，你才会当买金纸啊。金的就是咧烧神明的，祖先就是烧银的。做生意的上要紧就是趁钱，趁钱就爱5路财神、8路财神。甲尾吼，就是兵将骑马，紧去游人客，啊，紧去斗趁钱。这个是南部的金纸，叫做竹青的。竹青的意思就是爱1000张。市面上的金纸办8款，顶面的图样也真趣味。到底要安怎为小小一张金纸顶面的图样，甲鬼神对话呢？金纸的背后，也有啥物互人疗伤背着的故事？也讲到这金纸的文化，咱拄才已经讲真济啊。不过上界重要吼，这拜拜物件有真济人拢家当做是一种禁忌。像阮妈妈拢认为讲，有的金纸迄囡仔人唔通摸。啊，为啥老师你对这金纸吼遮尔有爱吼，投入足侪心血伫收集这金纸咧？我较早做面包，啊，阮对面做金纸店。啊，头家娘吼，穿个丝绒咧做纸吼，啊，迄个时阵丝绒是一领是6000块，6000块就等于买几落平的土地啊。啊，我看哇，迄足好赚的。我捌甲他问过，你上最一工赚偌济钱？伊甲我讲一工40万，一工40万，等于买7栋厝。一工40万。嘿，迄个时阵啊，哦，等于买中港的7栋厝。因为迄当阵因有外销，啊，毋是逐工拢遐好康啦，伊是讲上济啦，上济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既然遐好赚，我嘛来做金纸。啊，我就开始伫研究，因为我问讲，啊，做金纸啊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结果一个人讲一款，煞无啥啥。啊，有一摆去古董店啉茶，看日本人介着迄落。咱较早迄个清朝的印版，15地，开价，头家开价500万，啊，日本人一直要出300万，啊，我就催讲买啦，你老要创啥？
伊讲袂使的哦，哦，这卖掉哦，卖掉了钱。我讲对吼，卖掉台湾就无啊。无像我戆戆呆呆，阮某叫我去买厝的钱，我去甲买15块破破烂烂的运板。买到阮某就足嗲讲的啊，我来甲骗讲，我要转来做研究，当我研究成功，我要开金纸店，互你逐工穿水水，甲对面迄个阿婆仔共款。伊才讲，笑笑就讲好。讲到这做金纸吼，就是讲即马真侪金纸店，因为产业的关系，其实拢已经刷到别个国家去做了，已经唔是咱台湾做啊。那为什么到今你还搁伫咧坚持要用这手工做这金纸？我做金纸对第一代阮大伯吼，甲即马超700年。啊，阮大伯做甲老要放互囝，啊因囝做袂起来。然后我就叫阮老爸仔来接，啊，阮大伯甲阮老爸相差26岁。哦，差26岁。大囝甲尾囝差26。啊，阮大伯囝甲阮老爸仔都差1岁。哦，啊，阮老爸安尼慢慢大兄甲牵，哦，牵起来做金纸。安尼，啊，做到了后，阮老爸仔嘛感觉讲因年岁济啊。哦，啊，都拄着这个咱日本的这个皇民化政策吼，禁止制造，哦，啊，伊就是要互你的台湾文化无去，啊，叫你就新纸牌啊，摕去换日本的迄个牌画，啊，伊福利较济，哦，啊，迄阵日本这个皇民化政策吼，拄着迄个东南亚战争。啊，甲美国有这个战争，啊，个金纸禁止制造，哦，哇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个美军拢要来空袭，哦，要弄到咧，咱新竹的空军机场，伊毋是要弄咱的百姓哦，啊，即阮竹南甲新竹愈隔壁，结果大家惊，拢要抢买金纸，要拜拜，要求平安，因为不管是拢。飞机若来就空袭，啊，就走去卖，啊，金纸拢抢买，啊，个禁止制造，啊，偷做，啊，偷做，检举阁有奖金，去检举的人有奖金，啊，互你材料买袂到，买到尾啊，买无材料，用迄个学生的笔记本，写完的迄啊，去买倒来。切的来做，啊嘛人话买，就是其实烧金纸这件代志，自头家你来讲，其实迄对咱来讲，迄是等于讲伊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一件代志。啊，迄阵都战争嘛，哦啊变成金纸抢买，安尼，啊拢换煞去打做去装卡做，啊偷偷啊卖，啊抢买足好价安尼。哦，啊，台湾讲好了后，再搁有开放互你做。这是金纸最好爱拍金纸啊，请教头家啊，这金纸若是通常咱就是这个金釉啊、金擦擦起来了后啊，这拍爱拍几工才会打？那较早用那个金釉吼，会水性的，拢爱3工。爱3工。啊，即马用工业酒精，1工就好啊。啊，若是那个。下晡吼，像顶头迄张吼，迄里面爱水性的，爱3工，迄张金箔。啊，你若有潮湿8度吼，会发酵。哦，发酵。会变一点乌。乌点就对啦。啊，就擦起来袂遮水。啊，你若有保持干燥吼，这点会足水的安尼。所以其实金纸一定爱拍打就对啊。因为头家吼就是讲，迄个做金纸就是上界请赢的时阵，是咪亲像这个相片同款，规个街路，而且是竹南渔会鱼市场，规个街路拢是咧拍金纸呢。对。迄个大家乐的时阵。大家乐的时阵哦。大家乐都民国76年。哦，啊，迄阵大家中奖的吼，拢要烧足济金。啊，大家都出名摆拢什么款呢？济公，
哦，出明白。太子，嘿，啊阴庙。哦，啊那一般的妈祖庙、王爷庙无出牌，较无出牌就对啊。太子，嘿，啊济公，嘿，阴庙，嘿，出上。迄拢会出牌互你，啊出牌拢你爱甲回馈哦。哦。我拄到一个人去用600万，嘿，啊伊要回馈60万，嘿，甲我买金纸买30万，30万的金纸。中港头一届皇宫是光复民国34年，光复的时候欢喜开放烧金，那第二届是民国55年到69年外销东南亚，甚至美国。迄个时阵，阮咧找一个上大间，就是讲九间公司、九间店合作一个公司，为香港转销全世界，东南亚啦，迄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就是拄啊，陈老板讲的讲，大家乐时代，迄个时阵，那是募集人到排队，要买金纸。对，中港上皇宫的时阵，但是民国84年了后哦，中港就没落啊，因为产业的转移，有的拢一直是讲转去大陆，唔是，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，上多。对，这产业的规个就是刷离开迄个所离开台湾对吧？大陆是小部分。为着环保，印尼就100%拢转来。去印尼做转来。转来就咱只卖8块9、2块。咱的成本爱5块，咱该卖无法度做。变俗起来。对啊，就想办法。来改进、较精致化。安尼。我怎呢一直想办法讲，来做较高级的。我常常看人家讲，迄名牌包一卡30万嘛有人买。咱夜市啊买一卡300块的嘛有人买，一样。我想好来做较高级的。高级的金纸。就用正下布，安尼。老师，咱今仔日搁传一张相片啊，会当看到讲。这个看伊遮有冰担，开始毋是冰担，是这是茶啊吼。我看伊个有香甲迄个金纸，伊是要担去卖还是安怎哈？民国20年，日本人是为了要消灭咱台湾文化，其实无咧禁止烧金呢，爱禁止做纸。对罐头切灯。嘿，对罐头切灯禁止做纸。所以讲，伊就控制伊的纸。嘿。讲这纸你安怎禁止，就有人偷做。在民国12年的时阵，德南才1间尔呢，后人3间。到尾啊，因为20年伊开始咧宣传讲要寺庙整理。因为寺庙整理开始就是讲袂使拜拜啦，开始就是开始赶，因为每一个朝代拢有不良的赶啊，加商人有啊交往，因为咱有伫来往的时阵，甲因买纸叫做落地价。落地就是台北的第一类的特种纸。迄个纸伊买足多啊，伊买足多无做袂使的嘛。所以讲，伊就阮庙的本来是德南毋是上多，为民国20年开始，拢总接挖来德南。所以讲，德南成为这个金纸的特区。就是因为寺庙文化，寺庙整理，对啊。所以德南一般来讲，叫做金银纸的故乡，就是为这来的。所以老师，这张相片应该是咧头卖，头卖。也在迄个时阵啊，这个金纸伊敢有伊的形体啊，是讲伊的种类，敢有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啊？当地清朝当地13年。地方的士绅有啊上门上门就是讲，阮德南这方面有啊做金的，就将文字印咧纸字顶悬安尼烧，是对圣贤无礼貌的，因为较早有迄个敬字楼，就是啲纸类的一定爱摕去遐烧，画纸，等于讲这就是对圣贤不敬。但是尾啊做纸的人就想办法，就将这图样改掉，改这
变无字啊，对，变红啊，系啊，变红啊。但是这就是有那共款，就是咱只要守本分，就法度得到绵延不断的多福、多乐、多寿。虽然讲吼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啦，所以讲吼，就算这政治文化伫咧介入，咱这信仰的，这是对你心内你所尊敬的神明之中，疼痛甲爱惜，所以当然这个文化要甲伊消灭是真困难。啊，拄则这个头家有讲到，这个传统的金纸，伊要做甲精致版的这金纸，究竟这金纸要安怎做？后一段请头家示范互咱看。咱讲钱毋是万能，不过这无钱是万万不能。伫咧金纸文化当中呢，有即个文化，咱的生活是真小碗，所以咱会去想象讲这神明啦，或者是讲无形的众生，伊也需要来开钱。不过讲到这个钱的这个部分，这金纸是安怎做出来？今日邀请到咱的老头家来到现场，要甲咱请教头家吼，就是讲，像你即马手提这张纸，这是纸是啥物款的纸？用原碟在土家底生长起来的碟啊，2年至3年，就抽起来做纸。哦，所以伊算去较幼的碟啊。较幼的碟啊，吼，较幼的碟啊，吼，做起来纸较软丝。较软丝。吼，啊，伊纸厂，就用迄个苏打来浸，啊，浸好烂，啊烂落再来做纸，啊，但是有废水，废水像豆油安尼。哦，这就是这碟胶纸。咱台湾就是对76年了后环保的吼，一直出题，一寡纸厂拢走去印尼、越南。安尼头家，我想要过来请教吼，就是讲边仔这金金的这是啥物？这下布。下布，正下了。系正下布。哦，啊边仔这个擦蜡这是啥？这敢擦蜡是啥？这树皮。树皮。破报纸的树皮。破报纸的树皮。伊这有纤维。嘿。吼，啊伊这纤维尾吼，去甲焊的吼，都软软，像毛皮安尼。哦，啊我即摆甲运起来吼，就会使安尼吼，吼甲背纸，吼，啊这张甲放落来。哦。吼，这张甲放落来，吼，啊就倒起来就这。要黏在顶头。黏在这。哦。啊这安尼落吼变水性的。水性。啊你草吼爱拔起来。嘿。啊爱晒日。吼，爱晒到3天。你若潮湿过度吼，才会发酵。哦。一点点乌。翻乌了。啊乌就歹看。啊，这张纸吼，原来是3尺。3尺。啊，我去切，吼，切做1/3。吼，啊，这是第一阶段。啊，再个背纸，啊，摕去拍。好爱拔起来。拔起来。啊，拍好开。拍好开。吼，啊。要做到完成爱3摆。3摆。即嘛擦落嘛爱拔，印好嘛爱拔，拢爱保持干燥。对。哦，啊，咱迄个布啊点在像黄金啊咧，金啊咧。哎，啊头家就是除了你手提起个擦啊，伊是破报纸的树皮。啊，你边仔这个白色阿爸内面这粉，迄是啥物？这是太白粉。哦，太白粉。你手若会黏哦，会去黏着这，啊，你这个摸着吼，这个摸伊袂黏。哦，啊，这是太白粉，啊，这是膏啊，这是啥物转？太白粉的膏啊。哦，太白粉的。水性的。水性的膏啊，啊，你头家这碗这个太白粉膏啊边啊，这碗这个咖啡色这碗是啥？这是通胶片。通胶片。嘿，迄就是要擦落黄的。哦。哦，擦落黄的，哎，用这通胶片去掺迄个工业酒精。啊，搁掺一个二甲基黄，啊，甲拉咧，哦，啊，擦起来就像黄金嘛咧。哦，所以伊这若是你讲套迄个工业酒精啊，甲二甲基黄料，伊就变即个款物件。嘿，就变啊咧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啊，阮运起来甲撸落就变金啊。哦，变金啊，就变金纸就对了。金纸，所以还未入进前就是银纸。银纸。哦。啊，再搁最后一步就12个切过。啊，就变土像迄就算成品啦。这是切好啊。啊，头家切拢安怎切？用机器切。啊，用过是用啥物切？用过用迄支钢锤啊，甲迄支刀。这支刀哦。嘿嘿。哇。迄支刀有60年啊。60年。刀哦。嘿。啊，所以这个。要用手安尼夹。安尼。嘿嘿，你夹我来你看。用安尼夹。好，用安尼，用一支、2支安尼。夹。安尼。
哦，这是重的。嘿，啊，这个钢腿啊，吼，这个钢腿啊，就是安怎会去扒这树鳞皮呢？日本政府唔互你做纸，啊，头住喊有声。哦，喊有声。啊，人会去检举啊。啊，你甲扒树鳞皮吼，来喊无声。较无声。这吼，这安尼牙关关吼，啊，咱来甲喊咧。哦。啊，普遍你喊这吼，拢差不多5寸悬，啊，3个钢腿啊，就爱斗底。嘿，讲3个就爱互伊断就对啊啦。啊，要讲这吼，袂使啉酒。袂使啉，手会错。毋是会袂准。啊，袂准。你吼，你讲的时，你若讲中好好哦，你若讲到边啊吼，这支会飞出去。哦，这支会飞出去，会喷出去。会飞出去。啊，上好啊，咱要做这个工课吼，这个袂使有路。嗯。因若安尼飞出去吼，伊会伤着人。嗯。啊，上好是只爱有一只刀啊，还是柄。嗯。啊，你若不得意无爽的，才袂使吼。要过人爱注意，若你喊你就爱动点。爱走较远啦。啊，较早师傅吼爱啉酒。嘿。啊，拢会出歪去。嘿。啊，歪去就变讲这边较细，啊这边较大。嘿。啊，阮遐女工就讲师傅去制造高跟鞋。哦。高跟鞋都一边宽一边低嘛。哦。安尼啊。对。啊，初初要喊这时候拢爱对5分。嘿。哦，啊，要一寸才换1寸。哦。啊，哪有喊哪悬。当然啦。啊，较早师傅做到这2只手哦，拢结烂。嗯。啊，这拢爱摇对啊。嗯。好，爱摇回拄90度。嗯。啊，这钢腿啊嘛有3种规格。嘿。有8斤、10斤、12斤。嘿。看师傅的体格。哦。啊，师傅若较路较大汉的，伊要举12斤的。嘿。啊，师傅若较细汉的，伊就举8斤的。哦。原来是。啊，这个钢腿啊，较早吼，含甲尾去的时阵吼，歹用，就无爱啊。无爱啊。伊爱壁边去单调。嘿。啊，拄着日本政府无你偷做，迄灵感爱想着啊，对，佮摕倒转来切刀，啊，甲迄个轮胎皮甲拼落，啊来喊无声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这打金箔仔了后咧，是毋是爱插黄？插黄，讲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好来，对，安尼，小，安尼。这较简单啦，这一般吼，看到就拢会晓。嗯。啊，这插起来安尼吼，一工就好啊。嘿。就打。一工就打。因为这工业酒精嘛。嘿。这吼，阮咧做足紧的，安尼吼。嘿。安尼。你都应该配薄啊。对，对啊。对。啊，这插起来安尼吼，一工就好啊。嘿。插刷感觉爱拍热。唔莫卖晒日，尽量吹风，自然干燥。哦，自然。啊那水性的迄爱，水性的爱。头家你啊教阮安怎拔这个咸草无？我创互你看。这是咸草。nee，这吼阮拢有做好吼，这人去订的，人去订50支。嘿。吼，安尼50支。嘿。吼，啊你即马甲吹出来，吼，吼安尼吼，安尼好啊。哦。吼。啊，就是这草吼，是三角草，咱台湾的。三角草。三角草，啊，咱古早拢用这咧爆肉粽。爆肉粽。哦，啊，这有芳芳，迄餐厅吼，捌甲摕这去做啦，逐个都东坡肉。哦，控吧。啊，煮起来芳芳安尼，啊，这吼安尼起来，吼，啊爆，啊，这拢较早拢工人做的。啊，我较早细汉嘛，拢做这。哦。哦。安尼一支。哦。哦，安尼吼。我怎啊把这叫做大银？大银。啊，搁有种挂金。嗯。吼，啊，搁有种寿金。嗯。安尼。这金纸拄只头家你拔好了后啊，这边啊是咪拢会转一个印啊？对对对。啊，这印啊伫遮，咱人小简单讲一下这印啊无？这只。哦。这支是大银，系大银。哦，这支是大银。啊，要当迄个侧面的啊，嘿。啊。啊，另外这支有是？这支是挂金。挂金的。嘿嘿。吼。哦。啊，了另外迄支是寿金。寿金的。寿金。细支的这里嘛红啊的。
啊，另外这是顶头一些大宝。大宝，嘿，迄就是较细支的银纸福金的迄。哦，请头家甲咱瞪看卖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这个就是安尼，我拢用这个针啊扣咧。扣咧。安尼，好。安尼。哇。哦。好，嘿。你即摆瞪出来就是安尼大银，所以有瞪这才是正钱的对对，啊可以算，就会使算钱，就像算钱的对哦，这像这一支啊，这若算一支啊，你一工上济做到几支啊？哦，有人是啊一件50支吼，做40件。安尼差不多2000支，哦，其实这当这个因仔这帽啊，其实也是真大的学问吼。先到着张老师，因为你收藏太侪这金纸，当然啦，这边啊这帽啊型的，你已经嘛拢一定拢记清楚。这边啊有看什么款的意涵伫啊？除了是商标，商标就讲啊，我的公司生产的，是讲伊的商品有迄个代码，比如讲。有一种叫做天月德，天月德就是新德版的，那每一个公司拢有伊的特色的音啊，所以讲总共一句，这是商品。较早咱讲摕金纸化为假是迷信，其实唔是，迄正重要，正重要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纸是德啊是清凉，伊去泡石花，浸一年哦，石花。电听，一年去翻，然后要用机械做出来的时阵有吼，伊是放迄个球黄姜黄，伊有迄黄色的吼，你看咱讲到即摆来，这拢是会食的，对吧？那伊擦这个吼，即摆是用化工的，用工业酒精，较早毋是，较早是用槐花。槐花是重要，嘛是清凉解毒，烫伤用槐花抹的会好，然后要冻因啊，冻因啊，唔是用这化工的红粉，是用中药的苏木，苏木去煮起来会较瓦地色，敢若咖啡色，咱用酸碱去甲调整伊的酸度、咸度，就变色啊。所以讲，规张金纸拢会食咧，但是爱有新鲜哦。你会再更久，放个仓库臭腐去就袂使咧啊。我讲这就是通胶片，这个物件出产在印度，这会食咧呢。你若无用工业酒精用这来浸你咧黄的袂掉的薄啊。油黏剂。这是咱的油菜的辣库。日本的迄个咱的和色辣库就是用这来做的，辣库就是用这种。不过，亲像这个头家用正手工伫咧做这金纸，会当讲是真难得，而且来到咱的现场，用这个现场来做这个金箔啊，是要安怎甲你按起？这下箔啊是安怎甲你搭起哩？吼，这当讲是真难得，也算是讲咱的老祖先传下来好智慧。今日非常欢喜咧，会当邀请到头家，还有张老师来到现场，甲咱讲遐尼爱济，非常多谢两位老师。也讲到一张纸寄望大大愿望，无论是喜气洋洋，也是悲伤，对着这个大火消失到无影无踪，这一张金纸有秘密，咱就爱看好明、认好清，使用正确才会安心。这是要烧济烧少拢无要紧，分怀意涵才是上界重要精神。我是嘉豪，后礼拜同一时间，请你来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等阵。非常多谢两位老师。